前面还有这个怎么说呢？乌龟跟那个青蛙的故事也讲了嘛啊，这个是主要的就是傲慢的部分。上师没有成就的情况下，想要度化众生的话，他们就变成一个木土的什么东西？那个叫什么？因为就是我们推那个要糌粑啊、面粉啊那些的，磨是吧？石磨是吧？现在都是机器嘛，就像咖啡机一样的，就是用木头做的咖啡机的话就做不了嘛，没有办法做那个咖啡嘛，对不对？咖啡豆那么硬，然后就是它的那个牙齿都是木头的话，转2圈就全部都没有。然后到了那个杯子里面的是木头还是咖啡，都不好说嘛。所以就如果是自己没有功德、没有成就的一个上师度化弟子的话，那就像那个木头做的咖啡机一样，就一打开电一打开的话，那就咖啡机就马上就坏了嘛。所以自己的成就也不在，全部都流到那个咖啡豆一起去了。因为那个弟子都比较厉害嘛，所以也许可能是更咖啡豆一个都是好好的，然后就是木头全部都磨损了，都有可能嘛。所以这个然后没有智慧的话，就像对，没有智慧，还有没有慈悲、没有爱心的话，那就像一个盲人要带另一个盲人一样。我们找一个盲人，我们一群盲人找一个向导，那肯定是要找到一个有眼睛的、看得到的人。如果是再找一个盲人的话，咱全部都带到悬崖里面去，然后全部都会死嘛，就像这样的。然后前面还有这边就是为了，相当于是为了，爸爸是上师，然后上师没有那个上师走了以后，儿子没有什么成就的话，也是继承爸爸的，必须得要继承爸爸的那个位置，所以就儿子就直接就马上变成上师的那种。如果是当然儿子有成就的话，那个就佛法本身就是这样的。佛法是他是不是亲戚，是不是一个家庭里面出现，这完全不重要。一个家庭里面有3个成就的上师，4个成就的上师，比如说一个爸爸有10个儿子，10个都是一个一个的大成就者都没有任何问题的。佛陀从天道往人间的时候也是第一个要看那个家族的这个本身的这种善的成分，有善的成分、善的根基的情况下，要往哪一个地方去，在什么地方看大的环境、小的环境投胎到什么样子的家里面才可以利益众生，这些都是会看的。佛菩萨的转世灵通这些，比如说一个家庭里面有3个活佛、4个活佛，也是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这都是很好的。因为善的家庭，这只能是说明是善的家庭。但是用另一个情况来说的话，像比如说爸爸是很有成就的，那儿子根本就不学，但是不学的情况下，或者是不学不修，没有任何成就的情况下，那就怎么说呢？如果是爸爸没有了，那就这个位置不能没有，想要作为国王继承一样，这样上去了，那就不对的。那从实践的角度来说的话，一样就是一个国家的国王走了以后，就是国王的儿子是继承，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儿子一定有能力的才可以能继承，而且也是顺利他可以治这个国家，不然的话就不行嘛。儿子什么都不懂的只会吃的一个儿子，他继承也有什么用？继承可能2、3天就他也没有了，都有这种可能嘛。就像这个所以要看什么呢？就是看成就。要看成就怎么去看？有没有在学？有没有在修？
如理如法的经过闻思修持而获得成就的话，就像我们讲那个文武百尊的传承一样，文武百尊的传承，甘玛林巴尊者，甘玛林巴尊者的儿子，儿子的儿子，就是到这样就7代3代都是一个一个就是独传的，都是家庭里面的人，所以这些来说呢，就并不会是什么特别的不可以的。从现在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有把这些宗教的这些上师嘛，宗教认识里面的这些上师们大家都比较尊重的情况下，很多的实践人把它看作是一个地位来看的话，那问题就在这里。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会有很多很多的看法，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杂七杂八的东西也是会进来的。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也是最不好修行的时候，所以这种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内心要清净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是自己就是一个清净的传承里面修持的时候，那就很不容易所以就这个部分呢，就应该就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来说的话，就对一个真正的想要好好的修行的一个人来说的话，像那个网络这些各个方面都是必须的要严厉的一个这样的实践，不然的话就是心没有办法很清净每天到晚都有各种各样的。我刚刚也跟你们说了嘛，我今天作为你们的上司，但是我也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一个这么了不起，真正的一个了不起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上司，只能是我们之间的因缘来说的话，就可以一起修持的因缘。那么一起修持的因缘里面来说的话，我比你们更有一点点的福报是什么？今生当中可以比你们学的多一点点，出生的环境，从时间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出生的环境跟你们出生的环境完完全全时间法方面，你们比我更有一些福报人生的很多的这种这个富有跟快乐来说的话，那肯定你们是从外表的这种物质方面来说的话，你们比我更有福报。但是真正的修行跟这些方面，内心的快乐跟内心的健康方面来说的话，那我比你们更有福报。所以有这个区别，所以现在呢，我就变成了你们的上师，你们的老师，引导你们去做善事。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同行的在一个行程当中同行的，就是我就能够可以稍微就是能够可以引导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功德所以我也并没有说我是具备什么上师的条件，我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上师，从来也没有想过事实上也是一样的那可以因为可能这样的关系吧，也没有什么成就自己这样的情况下，现在的网络上一看的时候，就是每天到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心理，就是刚是跟佛教有关系的很多的这些网络上的一些视频各个方面看起来也有很多怎么说呢，心里会起烦恼的问题会产生也有一些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佛教，保护传承，保护有这种的心，因为这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一个执着那也就是看出来就是这个如法，这个不如法，很多很多的这种的想法会产生的时候，那继续如果是我们也一样的去跟着这个他看到一些不如法的我也是一样的，就说这个不如法，这个不如法，每天到晚我也是一样这样看到不如法的事情，很多人都说不如法，那我也是一样的，这个感觉里面一直在跑的话，那我们也不如法我们也很辛苦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修行，没有办法清净。那我们如果是看到如法的，看到欢喜的，我们就可以每天到晚可以说这很好，非常殊胜，这个可以没有问题，就是随喜赞叹本身就是有功德嘛。但是有些不对的这些方面，也每天到晚就是有将这些也是实际上不是很好，这样看到的时候就心会乱所以就大家也一样，肯定我相信会有一些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吧。那种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什么呢？就是最好就不要理不要管，最好就是这些呢就是反正就是这些任何消息离我远一点就可以了啊。这也是一种现在的时代呢，就是最要注意的一些部分。本身我们都是说，到了一个比较清静、比较安静的地方的话，哇，这就是安静之处，这里适合闭关，都会这样想。为什么要这样呢？原因呢，就是有看不到社会的地方，算是环境里面比较安静。环境比较安静的情况下，闭关的话，闭关的人心比较安静，心比较清净。内外都要清净，身苦意都要清净。身的清净来说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没有人的声音的一个地方，那就比较安静，可以再修持佛法。但是心不安静的情况下，那也没有用心里面每天到晚都是各种各样的烦恼都产生的话，心并没有闭关嘛。语言也是同样所以身苦意都要安静，内外密都是安静清净，这样的闭关才是真正的闭关所以呢，就我们平常呢，现在这个时代是修持是比较不是那么的容易。从一些角度来说，现在很方便，但是从实际的角度来说现在修行也并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要加油，这些方面一定要大家要下功夫，一定要多下点功夫，自己努力的去修最主要呢，就自己的心不能散乱，心散乱了那就修不好。哎呀，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在我们下礼拜天的时候呢，就从中间一直上师的部分，前面我们就是观察上师的部分嘛，然后就是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个，我们就要去怎么去医治上师的部分呢，就第二个嘛。115页是吧？是。好，从这里讲。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5点。今天讲法听法的所有一切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愿一切高僧大德成就诸事法能常转，愿所有一切众生早日获得正等觉佛的果位。苏农多有当觉水巴牛多女不长囊放学进学个南觉瓦龙珠，四本错连着跟着修。爸爸为接单前把当干的总部得用的，在他跟前即是到如今别完的他当接着我都上学不接吧当姐姐我公安就得嘛，我公安就得我把他当给我这完的干将总部学学让得我玩家。金川对上沙巴给咱那这人沙巴没个的，可是没见不记得你了，做不见不让的。好，谢谢大家。南无阿弥陀佛，自本作人着空着我。